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開始啦，咁咧就係應該咧就係如果買連贏位咧就3號同埋4號咯。3號咧就係標誌銀河，同埋搭隻禪聖輝煌嘅4號咯。係啦，咁呢場都係單 Q 嚟嘅咧，應該就理論上就咁啊，去到第9場啦。咁啊，去到第9場咧都係買翻蔡約翰噶啦，嘅意思。咁啊睇下 Q 咧，咁啊都係買翻蔡約翰嗰隻5號啦，跨境寶馬就搭潘頓嘅新迪好咯。係啦，跟住咧就去到第10場咯。就8號做膽，8號做膽就不同世界，就龍天萬嘅。咁你搭翻1號嘅信心星，再搭埋隻5號嘅鐵金剛。應該聽日咧潘頓咧應該就潘頓同埋布文咧應該有啲馬贏下嘅，理論上，因為佢澳洲幫出翻嚟咧，跑啲馬咧應該就會又近翻磅啲啦。同埋鬥志應該就 O K 嘅。咁啊，應該就會開翻正路少少啦，爆都係爆1、2、3場嘅啫，我覺得就係意思。明白。OK，咁啊，大家咁樣係咁多咯。多啲啦，希望可以過到 OK，好，多謝晒。OK，好啦，係，好。